柯文哲，你先顾好你自己的柯文吧。在我看，柯文只有一类啦，那就一个字嘛，瞎，不是吗？这种就是一种自我优越的心态。柯文哲，你今天如果在夜市卖欧阿米索，你会这么说吗？对不对？你会说谁的能力只适合当什么因为你是台大医师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优越、傲慢的心态。那所以我瞧不起柯文哲就是这样。你一再优越的，你所谓的医师，其实在医界的风评什么样我相信大家粗浅去问一下，柯文哲不但医术是有问题的，最主要他医德嘛，在医界他是被批评的是，我实在是懒得再讲他这一部分。柯文哲讲的话，什么时候我们全民听懂过了？我大概有2位听得懂，一位就是中共习近平他们甚至还公开赞赏柯文哲。那另外一位就是郭台铭，大概郭台铭听得懂，因为选举后很简单讲，2票，选票跟钞票。那郭台铭财神有钞票，柯文哲很瞎骗选票所以他们2个的结合，我想是指日可待他们现在也在暗通款曲。你用什么比喻都可以，用原子弹做比喻，就像他昨天用希特勒做比喻一样。希特勒也好，原子弹也罢，是我们全人类的公敌。我们全人类现在普世价值就是认为应该灭核，而且不再提像希特勒这种历史罪人、杀人魔。结果柯文哲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拿来比拟，就好比说他昨天在讲什么明朝末年流过世纪什么讲这些话一样。柯文哲对历史、对人文的一知半解，所以他经常就是错误比拟，不伦不类的。所以